我得赶紧回明镜村。你又是来抓我的？那你来这儿干嘛？是曹彦斌让你来找我的。那你为什么会有他的令牌？好像是茉莉花香。你身上也有这种茉莉花香。属狗的。是他。你是那个赵云？赵信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过你找我干嘛？曹彦斌快死了，我们得去救他。你们两个不是死对头吗？干嘛搞得像好基友一样？因为那天，总之，一个人的出身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后天的努力。确实挺像直男和好的方式的。车不错啊，你的？我爸的。一个人的出身确实不重要。走吧，带你去见一个人。竟然异化出了隐形的能力，神奇。如果用来偷看女人的话，那他就变成干尸了。为什么？这是一个你现在还不知道的梗，我也不想跟你多做解释。言归正传，曹彦斌现在怎么样了？菩提树已被毁，明镜村全村被屠祭，似乎只有2个小女孩活了下来。2个小女孩，十二狗还活着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收到了一封言灵信，一个自称鬼父三通的人告诉了我你的地址。鬼先生，你知不知道曹彦斌在哪儿？那你能带我们去找他吗？你们2个出去，我要换衣服。主公，你要振作。
我骨头都被人打碎了，你叫我怎么振作？你是民公的后代，民公有诗云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”你还年轻，不能轻言放弃。哼，老祖宗手下五子良将，攻坚陷阵，无往不利。虎卫军虎豹继天下强兵，尚不足夺取天下。我就你一个，哼，搞毛啊！你终于开始意识到，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。我从前就是个手术的，从来没有想夺取天下，可连树都没有守好，被人给炸了。那不怪你，于禁也死了，因为我太弱。你那时还只是个小孩子。别鸡汤我骨头全碎，骨气早就漏完了。难道你就真的没有想做的事情？我想杀了南渔夫，我实在不愿意把世界让给那样的人。可世界原本就是他们的。主公不可出此言，末将还有心愿未了。你的愿望是？有朝一日得见主公君临天下。跟了。玩不玩？不玩滚蛋！没钱了是吧？我要我女儿行吧？算50万。谁知道他女儿长什么样？女儿也可以呀。有照片吗？有。哪个是你女儿啊？哎，恐怕是这个。这还不错，哎，这挺好，挺好。这妞挺水灵的。百士们，百士们，我们已经集结完毕，马上前去展开行动。在我们赶到前，不要轻举妄动，一定要等我们来。知道了，一定等你们来。嘛呢？哇塞，这好大的耳屎啊！啥呀？这是对讲机。别动！百士们，不要轻举妄动，上！连自己女儿都卖，凭什么活着？不是，她不是我的女儿，那就是别人家女儿了。用别人家女儿换钱，你这种人有什么资格留在这世上？水儿，你这样太危险了。王爷，对不起，我没注意。总感觉每次子弹都是绕着你走啊。那个叫走位。这单算完了。
你又没有按照计划行事，是因为女儿这2个字吧？头儿，有事相求。想女儿了？她的生日快到了。没问题，我会跟上头说的。你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。妈妈，哎，周末我们去吃海鲜吧。好啊，爸爸，你这次考试考了第1名。宝贝真棒，生日快乐！哇，我的玩具熊。喜欢吗？妈妈，你特别可爱，感觉我跟小孩都有福利的。他每次都一个人水儿，哎呀，王阿姨，您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水儿很乖，倒是你呀，有空多来看看她。会的，会的，这回倒是有假了。谢谢你啊。哎，慢点啊。爸爸，王阿姨走了吗？嗯。水儿，明天你过生日了，把小朋友请到家来玩吧。真的吗？当然。来，爸爸送你的生日礼物，这什么？哇，太漂亮了！赶紧换上给爸爸看看。嗯，好。喂，欣欣，我是水儿。昨晚跟你说我今晚过生日，你没忘吧？好，那下午6点我等你哦。喂，小薇，我是水儿。昨晚跟你说我今晚过生日，你没忘吧？水儿，吃薯片。嗯。喂，队长。喂，石门，准备出发。什么？现在？对，这次任务非常紧急，上次抓的家伙已经招了，对方老大已经暴露，需要我们尽快行动。可是我在休假。你知道对方的火力配置，全队需要你。如果你不来，我们可能会伤亡惨重。那起码给我半天时间，让我把女儿的生日给过了吧。石门，我很理解你的处境，但这是命令，你必须服从。我已经安排好车子在你门口等你，给你5分钟，5分钟必须下楼。爸爸，我跟他们都说好了，他们都来。水儿啊，水儿，听话，爸爸立刻联系王阿姨，让她来主持生日。小朋友还是可以来的。爸爸走了。听说你爸常年在外，还有好多女人呢。每次家长都没人来，每次放学都没人接。你刚是多难，是多难，是多难。水儿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是吗？爸爸，我不想一个人，我不要你走。你走了，同学又要欺负我。他们说妈妈跟人跑了，爸爸在外面有别的女人，说我是孤儿，说我是没人要的孩子。每次家长会都没人参加，每次放学都没人接。妈妈，我不让你走，我不让你走。水儿，爸爸对不起你。爸爸不要。乖啊，听话。
水儿乖，听话。爸爸是怕水儿做傻事，爸爸马上请王阿姨来开门。爸爸保证，明天一定回来。对不起。你不要走！队长，行了，你的气撒了，我的还没有。每一次我暗中掩护你们出逃，都是这家伙不听命令擅自行动。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看好他，先饿他个7天7夜。让我打个电话，求求你，让我打个电话，让我打个电话，求求你！张福生，你个叛徒！张福生，你个叛徒！放我出去！我饶你一命！放我出去！真是死鸭子，嘴硬。张福生啊！啊！爸爸。爸爸，对不起你。爸爸，对不起你。你老婆出去偷人了？哼，你老婆才出去偷人呢！出来，快！水儿，爸爸对不起你，爸爸对不起你。队长，队长，他怎么样了？前几天还闹得挺凶的，这2天没事了，估计都死了吧？开门。好。这个是。吃了它，我们就可以去救你的女儿。水儿，水儿，水儿，
水儿，给我药。这个药对你有用，对他却是毒药，只能保他一时性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纪灵人，而他不是。想救他，就要放弃你在这里的一切身份，去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，做一件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。我做。这是灵玉的强心针，你的情感会随着这柄长枪传入他的心里。现在只有你能救他。太尉，你去查北洛师门，取出无上果。好。知道这个事儿不妥协就做不下去了，就会妥协。天地浑浊，美丽花妖魔，吞噬魂魄，欲望的漩涡。你问我为何还要执着，不去做那规则？闪烁着金光的枷锁，纵然已有太